1节到12节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12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真侪考验，还佫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切，还佫非常慷慨捐献。我会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伊所话来奉献，甚至超过因的力量。因热切求阮。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功能，因安尼做，毋若超过阮的期待，甚至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互主，然后交托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刀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自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显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自善的工作，嘛着显慷慨。我安尼讲，毋是咧命令，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咧帮助人，来考验恁的信心、疼心是毋是真的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车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诚做富足。关系这项代志，我建议恁上好即时就去完成去年开始的目标。恁毋若先大声来行动，搁大声来提倡，但恁着完成即个工作，用起头计划时的热心，尽恁所会去做来完成。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感纳恁献恁所有的，会要求恁献恁所有的。以上，咱今仔日会请黄宝如牧师来甲咱正道。伊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献恁所有的，献恁所有的。亲爱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早起，牧师要用献恁所有，献恁所有的，不是所有的，不是所有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接纳恁。献恁所有的，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。154年的恩典，154年的使命，154年的恩典，154年的使命。亲爱兄姐，今仔日咱徛起伫即间已经有154年历史的教会，拜告上帝一路以来丰盛的恩典。105年来，上帝借着侪的信仰前辈、信徒奉献、流目屎、祈祷、甲牺牲，互福音伫即块土地定根成长，也互咱今仔日会通做伙坐伫遮三角内领受甲敬拜。不过一间历史悠久的教会，毋干那是咧纪念过去，也咧承担今仔日以及期望未来。保罗鼓励信徒捐献，无大声讲金额偌济拄偌济，是大声讲起恩典。奉献毋是因为教会欠缺遮个经费，才咧鼓励信徒回应即个恩典，毋是出自勉强，是甘心乐意。所以讲献恁
所有的，毋是显咱所无的，毋是显咱所剩的。教会其实足趣味，时常会甲厝人用无啥会着。教会厝人若要换啥物款新的，遐人无用，想想讲看教会会通用无，所以会造成侪侪困扰。因为教会毋知要安怎藏遐物件，毋是爱咱将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这个积蓄拢管出来，是学习将上帝所交托予咱的一切来献互主用。其实是要互主用的，互这个资源通成做今仔日福音事工的祝福。过去我伫七星中会拄着人的时阵，因为我真接出去募款，走超过50间的教会，时常拢爱向人说道谢。总是因也会回应我讲，这是上帝恩典。听起来真平常，却也是真心的话。会通有能力为着主来做工奉献，金额甲这个资源恩赐，毋是损失。是上帝恩典。今日牧师会徛起伫即个中间，我也笑念，我也孝顺侪侪恩典。毋是将近30年迄个时阵，第一项咱来思考，关系是一种的恩典，关系是一种恩典。马其顿即个省的这正教会，包括菲律宾。包括帖撒罗尼迦，包括遮个庇哩亚等等的这个城市的教会，这中间讲去哥林多，哥林多只是马其顿一较南边的一个省份，叫做阿盖亚。哥林多是一个港口，是有境界遮个女神的所在，是真好趁食，真好做生意。真有资源的一个所在，但是马其顿教会，圣经讲因的灵性有进步，佮真后做好事，用捐献做真做对上帝恩典的回应。检菜你也会想讲，牧者你讲这捐献的时阵，过去这时代这传教者会教导咱。讲着爱好好听小传教者，这也是我对父子辈、对我的阿爸、对这个前辈因所听到的。因欠债袂晓真晓侍奉，袂晓讲道理，但是伊真好听传教者、听牧者。咱会通对菲律宾书看出因安怎样听保罗。不过马其顿这正教会并毋是一个好价富足的教会。这间教会特色，圣经讲因对患难经历真侪的考验，是伫患难中的教会，还佫充满欢喜。伫患难中还充满欢喜，因伫散车中间还佫真慷慨伫做捐献的动作。因毋是受到要求的，乃是主动要求保罗讲，互因会通降级圣徒。伫温情顶面有份，降级圣徒伫温情顶面有份。咱常常咧讲三角有份啊，三角有份。恩是指上帝福音的恩惠，情是伫主内底兄弟姊妹中间的情感、情谊，表示伫主的内底有相款的目标，做这个关心人、关献的。来帮助需要的圣港教会，也加深伫信徒之间团结的情感。这叫做恩惠，这做伫圣徒降级圣徒温情顶面有份。马其顿这个所在的教会超越家己的困难，来赞助帮助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也讲犹太的信徒。不但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也满足了伫恩典的回应，因为因的牺牲的疼，甲恩主的这奉献，已经开始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所以捐献是一种恩典，
第二项关键是一种恶德足难得的一款的权利，权利啊！当咱徛去即间教会的时阵，啥物时阵你开始感受家己有份，你会通参与圣工，你会通做一寡奉献，无论是时间、财情，也是经验，也是你的资源。因将捐献即个互圣工所使用，看做是一款真恶质、真难得的权利，违抗啊！真惊无机会通好安尼来表达。真惊无机会通去表达，甚至再三来要求保罗讲准因安尼付出。即款的态度实在互咱真感动，因为真正考验人会疼心的，毋是只有疼惜伫咱中间的遮兄弟，也包括无关系，也包括无迄个气力、无能力、无法度通来回报的具体。哥林多教会已经伫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、甲疼心顶面，拢表现了真好。这是圣经讲的。我想嘛是咱兄弟最爱追求的，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、甲疼心的顶面，拢表现了真好。但伫捐献的顶面，即项代志，因也开始要益着，要感赏。追上要激着马其顿的遮正教会，但是保罗无希望互哥林多人、这教会人有一款受人命令，不得要去做的一款的感受。保罗无教因讲遮募款的技巧，也迄个做先辈安尼8、9、10岁以上的牧者要教我安怎样募款，你知无？讲安怎爱摕一份布甲，爱看到熟悉人，你甲拄去。若还甲使一个落尾，你若写了伤少，就甲你暗示，讲即条无准算，现另外一页，得去叫你去签一解，签甲伊满意安尼，你拢拄到遐，你拢歹势，迄我袂晓，迄是拢背教。保罗并无用一款讨人情的情绪勒索即款的方式，叫人得捐献。伊只有带大家，伊只有带遮个信徒兄弟，因自身伫世界，看耶稣本来有天顶的荣耀，却是正做世间人，处人的款式，最后将家己的性命也献上，这毋是摕出一部分拿定，是将家己完全奉献予咱。这是主耶稣的捐献，主耶稣的奉献。安尼看起来，信徒奉献是伫回应耶稣已经互咱的恩典减失。你毋知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正做善车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正做富足。今仔教会你当即个奉献，毋是咧为着要维持教会的运作。我有看咱规年探天的医生，我嘛知影钱差不多变一堆开一堆，毋是因为欠亏，毋是为着维持教会的运作。这三冬外久，咱运作还袂歹减是，别人才有起工啊，毋是。捐献是为着延续耶稣看无家己的一款的疼。教会伫奉献、关心奉献、帮赞啊，即件代志伫学习耶稣看无家己的疼。奉献互福音有人传，奉献互宣教有人去，奉献互弱势有人照顾，奉献互下一代有人通培育，奉献互更较侪人。会通认捌主。154年来，有人愿意献出伊的性命、土地、时间、金钱甲青春。今日咱坐伫遮，你有想过100年后了后，啥物人会因为你做出的奉献、付出来认捌主耶稣，
若有咱会爱阿面感谢主，毋是因为你真有共招好，会晓共传福音，会晓带人来信主，讲啊牧师啊，总之啊，即个我带来，乃是因为你的奉献，互人有机会认捌主。你要等到有剩才奉献，也是大心将家己献互主。奉献，毋是你看你的落地啊外深，乃是你的心态。当一个人要信耶稣、归向主，伊的时间、伊的分数、伊的金钱、伊的能力，自然伊会将家己看做是属于主的。咱淡水教会因为历代教牧者、信徒大心将家己献互主，才有今仔日的嘉义馆，才有今仔日的礼拜堂，才有马街纪念大楼，才有这的时间制度甲信仰的传承。这拢毋是自然而然，是真侪人将家己献就所留落来的属灵的产业。今仔日你问咱，是毋是愿意搁一摆将家己献互伊？我若讲我已经将最后的年日拢要献伫遮。我若讲我已经将最后的年日拢要献伫遮，这就是我最后的徛家。你相信吗？你有相信无？我若讲我已经将最后的年日，也讲这就是我最后的徛家，你相信吗？安尼讲起来真歹势，感觉真见笑，你知？除非你想迄个人是我。第三点，敢若散车，却是富足，看起来敢若散车，却是富足。保罗借着基督耶稣基督为着咱牺牲的模样来提醒哥林多人，咱也有责任需要为着别人来设想。也为着福音的好处来拍算。我真爱耶稣一句话，你描写耶稣的话，叫做“予你有当天空的飞鸟有收，毋过人子无有安那枕头的地方，无休困的所在。”你讲啊，牧师，你哪才爱一句话？就是我无你想安那。退休要带队啦，嘛有想讲会通去病院入院也是开刀，伊才有很奢侈哦。因为我嘛咧想耶稣都无通休困枕头的地方。主为着咱诚做散车送香，结果咱是伫灵性哦，咱嘛伫物质顶面哦，拢诚做富足。无至少嘛心灵哦，灵性顶面的健康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苏格兰的即个送香的做事人，农夫啦吼，做事人，伊伫即个田园的中间伫工作，听着伊即田园边有一个水窟仔，水窟仔有囡仔伫遐咧喊救命，伊就赶紧走过去，看见一个少年家沉的浮的安尼吼，满身躯拢土味。咁要袂喘气，伫遐做挣扎，伊将伊救起来。第二天，有一只真高级的轿车开来到伊的厝头前，停落来，也有一位非常高尚，看起来是贵族。伊自我介绍讲，我就是昨昏你所救起来迄个囡仔的时代。你救我的囡仔，但我愿意做出互你应该得到的回报的报赏。这做事人甲伊讲，我当接受你的一款的报答。这时阵，这个做事人农夫伊的囡仔对内底出来，一个贵族甲伊讲：“这是你的囡仔吗？”是。那安尼，你会使互我带伊倒转去，互伊受更较好的教育，安尼好无？因为有你这款的老爸，
将来你的囡仔也的确会有所成就。这个老农夫欢喜接受。后来，这个做七人的囡仔进入伦敦大学圣玛利亚的这个医学院，正做医学院的教授，读甲做教授，叫做弗莱明。伫1928年，伊研发出这个青霉素 penicillin， 就是世界第一种的抗生素。无拍算几年了后，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染着肺炎，伊当时非常歹治疗，加在有这个 penicillin， 这个青霉素的研发，互伊得到医好。原来丘吉尔的老爸就是鲁道夫，就是出手帮赞教育弗莱明的人。圣经讲，恁的富足现在会当补因的不足，互因的富足将来也有可能会通帮助恁的欠缺。这就是付出贡献的作用。因为你毋知影你当时会欠缺，毋是你毋知影当时你的好心、你的好意、你的付出，这就是上帝祝福。咱来看154年来的恩典，要真做未来的福音的开展。咱154年来所领受的恩典，要真做教会未来福音的开展。154年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，但上帝毋单伫护照咱保存历史，维护古迹，佮较护照咱着有创造性的去写历史，去创造历史。上帝手势托付咱的，无论是财务、人才、文书，也是建筑、土地、经验甲信仰的传承等等，这些资源若咱只是伫保存，那呢会渐渐失去伊的生命。咱若想的是保存、维持现状安尼做好，你可能有一天伊会失去伊的吸引力。我顶摆捌讲。人若紧入来，咱到遐就当店，等下去迄个尖塔礼拜堂，迄免人教，迄免人教，大家嘛要去，知影对一个角度翕真水。因无需学美学，学室内设计，所以我嘛是要真正要看角度。毋通停留一手伫保存。来想上帝安怎样手势咱属灵的眼光，咱有种创意，互即个教会搁再燃起一款福音的热情甲活命。若把你献出来，互主所用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资源会真做亲像五块饼两尾鱼，爱掰开，爱祝福，爱使用。而且会通饲饱，互侪人饲饱，搁较侪人的性命。咱学习主要所牺牲家己的疼，来效法初代教会甘心乐意捐献的精神，毋是出于勉强，毋是因为责任，单单为着感恩。阮154年的淡水教会，毋干那是只有3日的荣耀。也要有充满信心的今仔日，以及较有丰盛的明仔载，互咱所承接的这个资源化作现今福音事工的开展，佮也显恁所有的、所无的，主所用，叫佮较侪人因为教会发出这款三听的见证，经历基督恩典，愿上帝继续。赐福气伫咱的教会，正做即个城市的光福音的平台，直到主过来的日子，同心来祈祷。听台北上帝，
感谢你，互阮经历过154